那今晚所有人欢迎第一公许富凯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哇吼，谢谢哥哥好，帮干朋友大家好，来点尖叫声好不好？冷冷哦，尖叫一下，让你的身体活络一下，好不好？开第一首你就会。 阵阵风吹啊吹来人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啥？今夜的天气你一定知影，痴情男子我的想这，有果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 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借给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，为你看做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 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一起来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双手借我一下好不好？ 你是我最爱的，怎么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呢？全场一起来宝贝一个。你是我最爱的，谢谢。如果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 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一起来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再次哦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，为你化作。 冬天的稀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一起。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谢谢。尖叫声在哪里啊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稍等我一下，因为有点远，等我2下好不好？对，待会儿送给你礼物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过来呀，我是许富凯耶。好，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冷，然后呢，我希望呢我要唱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我知道你们都在直播或者是在拍照，可不可以先暂停一下，把你们那个手电筒打开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呢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抒情歌曲，需要很大量的一些灯光，对，多一点哦，好不好？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叫做《听你的心》，谢谢。